Juji 全眼周電眼寶 Pro 4.0 教學影片。首先了解基本操作，產品整體了解，最能到頭，冰敷到頭，開關鍵，檔位鍵，到頭如何安裝，對準到頭與機身 Type-C 孔插實連接，如何使用及切換模式，長按1.5秒電源鍵開機，默認模式為 EMS 微電流模式，單擊開關鍵，切換至 HF 射頻模式，再次單擊開關鍵可以切換模式，每個模式有3種強度檔位，單擊檔位鍵調節。美眼護理步驟：1. 首次使用前，請使用水光凝膠做肌膚測試。2. 使用前請先卸妝清潔面部，保證眼周清潔。請勿帶妝使用。首先在眼周塗上適量水光凝膠，或者在足頭上塗抹適量凝膠。選擇 HF 或 EMS 模式開始使用，建議初試者從1檔開始適應。使用最能到頭護理時，請勿將到頭用力按壓在肌膚上，避免同一個部位停留3秒以上，否則會造成肌膚損傷。緩慢滑動提拉下眼周，左右眼角5分鐘。HF 模式僅限使用下眼周，緩慢滑動提拉上眼周，左右眼角5分鐘。冰敷模式使用示範，替換冰敷到頭，對準 Type-C 孔插實連接，長按1.5秒電源鍵開機，默認打開冰敷加高頻震動，長按檔位鍵2秒關閉震動。冰敷護理示範，使用過程中在眼周點陣按壓，左右眼角使用5分鐘，切勿用力按壓眼球。如果你有眼土、眼紋問題，在下眼周塗上適量水光凝膠。選擇 HF 模式，左右眼角使用5分鐘，重複提拉眼周，每周使用2至3次。提大家 ，HF 射頻能量高，只可用於下眼周。如果你有眼皮鬆弛、眼窩凹陷問題，搭配適量水光凝膠使用。選擇 EMS 模式，左右眼角使用5分鐘，上下眼周全眼可以用，每周使用2至3次。如果你有黑眼圈、眼水腫問題，使用冰敷模式。長按檔位鍵2秒可開啟或關閉震動。若想改善黑眼圈，同時使用冰敷加震動，以及搭配眼霜。若改善眼水腫，可以單純使用冰敷、關閉震動，以及無需使用眼霜。使用過程中眼周點陣按壓，左右眼角使用5分鐘。其他用法教學：使用 HF 模式點壓穴位，可消除眼疲勞。使用 HF 模式向上提拉紋路，可減淡川字紋或法令紋。使用 EMS 模式可提拉下顎線，令下顎線更緊緻。充電維護，檔位燈閃爍，滴綠星後關機表示電量低需充電。找到機身底部 Type-C 充電口，插入充電口充電即可。檔位燈依次跑馬燈閃爍表示充電中。檔位燈長亮即已充滿電。最後用刷機布清潔足頭，放入收納袋存放。